9歲女車禍危殆，阿爸痛哭話害咗個女。我就送咗個女就落咗車之後，我就望住個女個背影，跟住就架車就開走咗。我點想好似我自己害死佢咁。遇車禍頭部重創嘅9歲女童施瑤嵐前晚做完開腦手術，將個頭嗰度整個窿，死喺命，抽啲血出嚟，望住佢，就是但，咁唔望住佢咧就諗咯，咁樣就自己又喊。醫生話琳琳可唔可以醒返，就睇未來關鍵嘅1、2個星期。我就冇辦法接受啦，因為事關始終都係點解我自己係我自己害咗佢。佢話個女好乖，從來唔講大話，9歲已經好生性。佢以前咧就都坐開後車嘅，咁咧就佢就話，佢話見到媽媽嗰陣時好辛苦，就話我唔想坐後車啦，我自己坐車翻學校。佢成日都同我講話，大個我揾多啲錢，佢爸爸媽媽有。琳琳仲有個4歲嘅妹妹，佢兩個感情好好。妹妹前晚不斷追問家姐去咗邊，點解仲未翻屋企？意外發生喺前日朝早，琳琳同爸爸一齊坐小巴翻學，爸爸因為趕去睇眼科冇落車，琳琳過馬路嗰陣俾客貨車撞到重傷，客貨車車頭都撞到凹陷，意外現場並冇過馬路設施。